喺27年做物理治療師期間咧，每日因為膊頭痛入嚟見我嘅病人好多，特別係中意舉重嘅病人啦，同埋理髮師啊、化妝師，甚至音樂家，因為隻手成日要遞高，好多時都會有膊頭痛。我通常都會俾呢一個靠牆天使練習俾佢哋做。咁有兩點咧係要特別注意嘅，做呢個動作嘅時候，第一就係膊頭後面啦，手踭後面，基本上成隻手嘅後面咧，盡量係要貼住埲牆。第二咧就係你嘅肋骨唔好向前或者向上升起，用你個核心肌肉微微咁樣收縮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幫你姿勢正確啦。盡量可以將嗰個幅度減細啦，如果係痛嘅話。但係如果真係痛得好犀利或者做唔到個動作咧，可以嘗試喺地下上面練習，一樣係注意嗰兩點。咁當你掌握咗個姿勢嘅時候咧，再翻喺牆前面做，試下，然後之後話俾我聽呢個動作嘅效果係點啊？下次見。